石器第四代住宅御神153方個戶型值唔值得買啊？其實御神大面積真係好尷尬咯，我認為嚇豪宅嘅大在於係唔介意浪費，但首先要確保翻業主自身嘅私密性。聽我嘅個人感受啊，再考慮下佢真係值唔值得你睇先。從暫時嘅網簽數據，我哋睇到御神153方嘅網簽居然同當時開盤影到落嚟嘅銷控相差唔大喎，居然冇造假喎。暫時簽約真係唔多，或者可能有人申請到年後再網簽啩，應該兜得住嘅。畢竟開盤幾日就官宣成交咗102套，依家先簽咗50零套，跟住我哋再了解翻價格。我就用御神開盤價去講啊，唔好講佢後期有冇回收翻開盤折扣之類嘅嘢，大概都相差不大㗎啦。拋開頂幅唔講，開盤價就係295到330，普遍都係320左右嘅。咁我哋就用320去計，最低首期1/5啊，都要48個，按揭272個，30年月供11467， 153方得房率係145%，佢哋講啊，套內使用面積去到222方，320個，套內單價就14000左右。考慮值唔值得買咧？首先就睇下有冇可以替代到佢嘅項目啊。咁按照翻套內3條2咁樣去對比啊，對比翻舊規，我就算你100%得房率，你都230起步啦，係嘛？咁啊舊規就一定係二手噶啦，側邊有冇咧？啊自己睇下。但我哋今日講嘅新房，隔離香山仲169方，同埋東區嘅朗月172方，按照翻130%得房率嚟計咧，都係咁上下嘅一個套內使用面積啦。而香山仲嘅總價就喺340到400，朗月需要320到360，因為香山仲佢最前排睇人工湖，所以個價格略貴，370幾個起步先可以上車到最前排，咁其他還好嘅。咁香山仲我哋就按照翻360計啦嚇，拉平均值。咁提前講啊，呢個價睇唔到人工湖嗰度噶，咁最低上車成本就需要54個，咁相對御神上車成本嚟講咧多6個嘅啫，相差唔大啦嚇。雖然話按揭就306個，但係30年嘅月供咧都係12900，相對於御神嚟講咧就多咗1500嘅啫，咁都已經去到呢個預算啦。這個差距應該不是問題吧？啊，而對比朗月方面啊，我哋就用翻佢平均數嚟計啊，340個，記住。要平嘅有問我，但係可能會靠翻起彎度，都有比佢貴嘅啊。望翻園林東邊位，最低上車成本就51個，同御神相差就更加少啦。按揭289個，30年月供12200，同御神去相比咧就相差800嘅啫每個月。要知道香山仲169方同埋朗月嘅172方，佢開間係一個8米，一個係8米1。如果真係要鬥呢個客廳嘅舒適性，完全唔係一個等級嚟㗎，差成米㗎。嗰1米講真句，雖然個廳只係多1米，但係呢個開間係7米同8米去比，你可以做多好多嘢㗎啦。如果從產品流動位置去講，其實御神都係想好似前面有2個大佬咁樣，將最好嘅園林景觀俾晒大戶型嘅業主。而佢嘅樓間，佢對比前面2個前輩嚟講，確實係闊，居住起身無論係高層定低層，確實唔會差，私密性都好好。我講緊客廳部分啊，但最大問題都喺度啦。御神大面積咧佈局喺項目嘅西北面，南面確實喺最大限度咁享受晒所有園林同埋採光，但北面就係大山南路，呢個問題就相當嚴重啦。加上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咧，靠翻小區園林位置嘅嗰個戶型啊，咁露台對出部分嘅對角位咧，其實都幾近㗎，佢唔比龍湖差㗎。如果真係住酒店還好啲，但係呢個位置係你日住嘅地方，確實尷尬。反而主人房嘅私密性真係一般。咁當然具體要睇翻你嘅使用場景，畢竟御神佢贈送得多，得房率高，所以呢個都係佢嘅優勢嚟㗎。而戶型對比方面，朗月同埋御神都係4房2廳3衛佈局雙套間設計，而香山仲就直接多咗個套房，佢係4房2廳4衛。你都講佢3廳都得，3個項目都有個電梯前廳，但香山仲有3個套房啦。除此之外，基礎層北邊仲有個生活陽台，可以俾你放洗衣機同埋晾曬衫用，而且比御神嘅生活陽台再大。雖然預算要多啲，但香山仲咁樣講法確實唔差，畢竟多個廁所。生活陽台更加大啊嘛，而其他對比，御神嘅153方個電梯前廳同樣多基牛錯層，接近34個方，呢個前面2個前輩冇得比嘅，因為朗月172方戶型咧，佢電梯前廳開間就3米，就只有13個方。香山仲嘅169方，佢電梯前廳就17個方。御神電梯前廳大，真係唔係一般大，但主要問題都喺度，封唔封窗真係唔係問題，主要嘅問題係睇你點樣用。畢竟之前嗰期視頻我講咗，雖然係細面積啊，朗月同埋香山仲佢最多佢電梯前廳就放一啲日常外出用品，畢竟佢唔算大，你放唔到咩嘢啊嘛。但御神你話放個茶幾喺度飲茶，我就怕你傾下偈嘅時候對面電梯壞咗，你走翻過嚟搭電梯。豪宅嘅大在於係唔介意浪費，但首先要確保翻業主自身嘅私密性，佢個安全係數。所以御神呢個大有機會變成一個好明顯嘅缺點。咁如果拋開電梯前廳唔講，其實得房率可能同前面2個大佬差唔多嘅啫。另外個數據就係御神客廳開間7米有60個方，其實頭先都講咗啦。朗月客廳開間8米1，LDKB 空間設計82個方，佢更長更加大，所以
佢個餐客廳佈局會更加豐富。而香山仲嘅客廳咧都係去到8米，但 LDKB 空間設計咧就只有62個方，同御神接近啦嚇，但區別在於咧。御神個廚房又係放喺另外一邊，所以其實從空間上面講咧，御神嘅飯廳其實會比香山仲嗰個甚至朗月嗰個會更加大。而御神同埋香山仲咧個入大門再隔離個位置咧，預留咗個儲物空間嘅，雖然佢唔算大，但都好過冇啦嚇，都起碼有幾個方㗎。朗月入門咧就自帶玄關位，雖然佢冇咗呢個儲物空間，但係更符合對於居家環境學入邊咧，對於大門位置嘅佈局要求。咁啊呢點啊睇翻你去點樣考慮啦。6米挑高露台贈送部分啊，其實大家相差都唔大，一樣12個方。朗月嘅露台開間3米45都有12個方，雖然香山仲佢冇數據，但係大差不差㗎啦。不過比較誇張嘅就係咧，御神主人房有53個方，香山仲主人房開間4米2，朗月主人房44個方㗎啦，但係都比御神細啲。從數據上面睇，其他真係相差不大㗎啦，而且都會存在一個北向嘅客房。但由於御神佢北面係大沙南路，咁北邊有客房，咁確實咧都會變成一個好尷尬嘅點嚟嘅。咁如果係你會覺得邊個更加適合你咧？如果有需要了解中山樓市資訊嘅，記得啲我啊。嗱，關注我啦！